哇！大家知唔知呢度喺邊啊？呢度一個身處一個好高嘅環境，高鐵就搭得多啦。呢度呢，竟然係高鐵站頂樓 L2，有架 lift， 呢架好高嘅 lift， 呢度 L2 上到嚟呢度就叫做空中花園。天空走廊嘅空中花園，我都第一次嚟，感覺呢度一望無際，其實都有少少怯，因為都幾高。今日天氣好好，就唔係好大風，就幾舒服。如果天氣凍，我諗呢度好凍咯，呢度高處不勝寒嘅感覺。咁對面就係漾日居啦。咁對面就係柯士甸站啦，戲曲中心。先搭架 lift 上嚟呢，都感覺到上到嚟有一種離心力嘅喎。如果有時間搭高鐵呢，都可以搭下呢架 lift，有時間可能抽半個鐘上嚟行下都幾好。一個好寧靜嘅地方，好似有好隱世嘅世外桃源咁，見到啲長樓梯，可以一路有個拱形嘅，一路落去。嗱，離遠睇呢度都係可以行上去嘅喎，呢度就係一條樓梯咁樣斜落嚟。可以繼續更上一層樓啦，呢啲就叫做唔怕畏高嘅呢，就繼續行。睇唔睇到呢度？哇！大地在我腳下，我覺得呢度可以等於山頂一樣咁靚。哇！如果夜晚嚟應該都好靚喎，呢個景觀。而家因為啱啱4點幾西斜，有啲反光。呢度就係中港城碼頭啦，呢度戲曲中心。咁搭去中山、珠海啊嗰啲碼頭就喺呢度啦，中港城。再遠啲就係基圍啦。可以繼續上，其實行越上都有少少腳軟嘅。一路行呢度就係觀景台。哇！呢個大地盤有排整。今日一片萬里無雲，超藍。睇唔睇到呢？對面都好多地方可以行㗎喎，好似當行山咁樣呢，一路沿住個圈。咁樣都可以行到㗎喎，其實幾舒服喎。其實呢條樓梯呢，見到一路斜落去呢，就好似行山咁嘅感覺咯。好似我而家就咁拍呢，有啲腳軟喎，望落去都，因為有個弧度，斜一路咁樣斜落去。哇！其實如果呢，香港夠膽呢，喺度做一條滑長梯呢，哇！夠晒刺激啊！咁樣落去。
呢個風景實在太美。其實喺呢度喺柯士甸上嚟都得嘅，喺柯士甸行過嚟西九呢度都係5分鐘啫嘛。就係坐呢一架 lift，可以喺西九嗰個 lift坐到嚟呢度 L2。行人天橋人行橋 Footbridge。嗱，呢度就係頭先行嗰個空中花園嗰個設計，原來頂呢係可以咁樣行嘅。一個好有創意，亦都有好善用空間，令到大家都有一個休憩嘅地方。其實呢度望落去呢都好高，可能啲人呢都要趕時間坐高鐵啦，或者都要有時啲班次早啲到啊，咁樣都未必有時間上嚟呢度喺度慢慢欣賞呢個高鐵站咁特別嘅設計咯。如果下次大家呢真係坐高鐵，預留少少時間嚟呢度行下都幾舒服，唔係一個淨係為咗趕住搭車啊去旅行或者返屋企嘅地方咯。其實可以欣賞下呢個咁有創意嘅高鐵站嘅設計。其實香港都有個呢啲地方，可能就算唔搭高鐵嚟行下，